为了鼓励身心障碍朋友健康动起来，淡市7年前打造了全国第一座专属于身障者的体适能中心。当中除了替轮椅族设计适合运动的轮巴课程，展现自身活力，也有1对1的运动指导。开馆到今，已经服务超过4万外人次的身障朋友，透过运动习惯找到健康加自信。利用器材运动是很好啊，除了伸展之外，可以增加体力。跑步机跟那个仰卧起坐，还有脚踏车，还有重训，然后有治疗师教我们做不一样的动作。体适能的相关的专业人员一起来协助他做一个计划，然后会有4次的1对1活动，让他真的进入状况，然后以后可以自己来这里运动之外，重点是在能够回到家里跟社区运动。其中每天为了提供身障者安心打心的运动习惯，上午伫当季特殊奥运滑冰3面金牌阿姨陪同，做回来体验中心的设施。不管是一个得提8公斤的壶铃，或者是利用震动效果的摇摆棒来锻炼核心肌群，以及骑脚车、走跑步机等等，互平时较无咧运动的状况，一困躺落来真正吃袂消。第一个，我现在手都会抖；第二个，晚上睡觉的时候一定手会很酸。我看我培养自己自主健康运动能力。对啊，但是循序渐进会比较好。像我们刚刚那个走路啊，这3公里就差不多，一下子想要贪快要走更多，反而比较不好。所以说举重物也一样，然后这个拿那个棒子也一样，走路也一样，都是循序渐进会比较好。其中透过亲身的体验，除了感受运动的重要，甲一步一步来，嘛了解身障朋友的想法，所以如何互馆内软硬体提升，有效帮助因延续自主照顾的能力，拢是日后努力目标。欢迎15岁到64岁身障朋友做回来运动。但新闻军及何乔邦采访报道。